那荣哥却直到今日也不见踪影，所以婶婶说，给王爷保眼的差事，也只好由小侄前来。我这就派陈儿跟你去，代表我给尤大爷在灵前行个礼，吊个唁。谢王爷大恩大德，谢王爷大恩大德。下去喝着吧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啊！王爷，给小侄儿做主啊！王爷。好了好了，荣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还是要节哀顺变。小侄儿请王爷恩准，允小侄儿回府吊唁。恰复生前，小侄儿未能尽孝，请王爷恩准啊，恩准啊，王爷。咱们的大业尚未完成，现在还不到你露面的时候啊。王爷您放心，小侄儿不露面，小侄儿在晚间偷偷回府，在我的灵前悄悄磕几个头，就回来呀，王爷。要说嘛，你有这个孝心，我岂能不准你尽孝？这样吧，我让陈儿护送着你过去，我才能放心。多谢王爷恩德，多谢王爷恩德，多谢王爷。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你说不会是个陷阱吧？应该不会。庄子里边都传遍了，说是顺公府的右大爷走了。去吊唁的人回来说，顺公府举哀动静很大，是好大的排场。听说还上了奏表，估计啊，内务府那边也会奉谕来吊唁呢。你让陈儿来一趟。小爷闻听此事，已经在外边候着了。那叫他进来。好。小爷。陈儿，阿玛，你代表我走一趟。顺公府对咱们的大业很有贡献，我应当有所表示，以显重视。只是你要带着荣哥一起去，切记要看住他，不可掉以轻心，不准他与赵家的人接触。阿玛，这件事情怕是很难做到。让枕霞也跟你一起去，这样更显得咱们重视。让荣哥男扮女装，充任枕霞的随身丫鬟，你和枕霞在灵前行礼，让荣哥跟着磕几个头就是了。是。这么敷衍怎么成啊？我是我爹的儿子啊！王爷怕你让人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怎么会啊？我不过回去磕几个头，就算见我娘一面，说句可心的话，也算是我这当儿子的还有点良心。坐。你的心情我知道，不过王爷的话可不能不听。我听。那贝勒爷，那咱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坐下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都不能去，你得装扮一下。装扮？进来吧，霞儿。少奶奶。荣哥，霞儿，麻烦你把她装扮起来。照我说的那么做。是。贝勒爷，少奶奶，这用得着吗？这是我阿玛的意思。你知道王爷的脾气，我阿玛要的是万无一失。你若是出个纰漏，我也担待不起。你若是
不顺着王爷的话，怕是出不了这个大门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听你们的，我听你们的还不行吗？李亲王府永琛贝勒和福晋前来吊唁。禀京堂大人，李王府那边的人到了。是谁？是贝勒爷和少奶奶。贝勒爷，快快请起，跪起来快快请起。莲儿奶奶，你可看仔细喽，这荣哥要是在里头，本官立刻就可以抓他。可他若是不在，本官跟你说实话，李亲王府的小爷，我是惹不得也惹不起的。请，你可得瞪大了眼睛看，别漏了。哎，莲儿奶奶。你儿子来了，胡说！一叩首，不信你叫他呀！二叩首，可不敢造次。三叩首。你要想救你家老爷，就照我说的做。老爷，老爷，你死的可真惨呐！连咱们的亲生儿子也不说回来看你一眼，给你磕个头啊！你这一辈子效忠的李亲王爷，派他老人家的儿子儿媳来吊唁你了。好姐姐，可不行这么着啊！快起来，你们几个起来！赶紧去备轿，我和少奶奶这就回去。是。哎，哦，我说呢，原来这里有凤姐姐照应着，怪不得。这里到处都有条有理的。乔枕下妹子，你这么说，我倒不好意思了。我也没想到妹妹会跟着贝勒爷一起来。我自是要来。我虽说姓李，可凤姐姐还不知道吗？我早就把自个儿当成赵家人了。真是有劳贝勒爷和少奶奶了。不敢当。霞儿，咱们走吧。永琛贝勒和福晋回府。快，起驾！贝勒爷、少奶奶走好。走好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京堂大人，就不能拦住轿子查一查吗？不能啊！要是让他溜走了，就再也弄不回来了。那也没办法，除非你能把他带到本官面前啊，指定就是他。管家，在。备马。是。我早就该下这个决心，宁可认错了他，得罪了李王府，也不能放过了他。哎，你，丁相爷他跑了，快追呀！是，都去！啊，走，快走！谁跑了？荣哥呗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驾！驾！麻烦来了。凤姐姐，你怎么这么急匆匆的过来了？把荣哥交给我。
荣哥，在这儿吗？少了一个，那个呢？把轿门打开看看。打开。夏妹妹，你怎么说？凤姐姐，你还是别问了吧。我刚刚好像亲耳听你跟我说过，你是把自个儿当赵家人的。凤姐姐，我萧爷没了，找不见他了。住口！是。二奶奶，真的是对不住了，让你白跑一趟。不白跑，我总算看出来了，这女人呐，只要出了门子，就忘了她的根本。对不住，真是对不住。我的霞妹子也会说对不住啊。可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为何这么急可可的非要把荣哥找到？因为要是找不到他，就拿不回那笔罪产，那疼过你、爱过你的赵家就全毁了。凤姐姐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赵家会毁了？跟你李家一样。真香。来，你别听他的，不会有那么严重的，相信我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告诉我，我要你说啊！哎，下回再来啊！啊，哎，看一看了啊，便宜了。哎，这位大姐，来点吧。便宜了啊！走了，便宜。看一看了啊！看一看了。
爹，孩儿不孝，爹你在天有灵，爹你就保佑孩儿啊！你爹保佑不得你。谁？谁？别动！别动！你想干嘛？我是你躲不掉的索命神仙。跪下！跪下！荣哥，你不该辜负我对你的情谊，我对你的信任。就因为这份情谊，这份信任，我王金凤竟任凭你处置那40万两银子，对你毫无防备之心。我这个脸面真是栽大发了。婶子，有些事情你不知情。那好啊，今日请你来，我就是要听你说的。那我不能说，我做事总也有我的道理啊。是吗？那就把那个道理也说来听听。婶子，那我就更不能说了。婶子，若是你放了我，咱俩在私底下，侄儿倒是能给婶子透露一下。哼，可你今天既然来了，最好就在这儿说出来。那40万两银子可是个不小的数目。你若说出来，就算你立了功，日后你我或许还能有私底下说话的日子。那我要是不说，婶子还会杀了我？哟，我怎么敢杀你？我怎么舍得杀你嘛？不过，你即使拿了我40万两银子，又不说他们在哪儿，我总得让你留点什么东西，好跟金堂大人有个交代。婶子想要侄儿什么东西，只要婶子说出来，但凡侄儿有。好，来人，在，把他架到棺材上去躺着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扒了他的裤子。是，别扒我裤子！裤子，全扒光！裤子！婶子，婶子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婶子，我刚才说过了，要你留下点东西。要我说呀，我还真是看得起你。婶子，别要这个，要点别的什么吧？啊，什么都行。婶子，别的什么？也就这个，全当是个玩意儿吧。婶子，拿刀来！来了。婶子，婶子，婶子，饶命啊！婶子，大了点哈。婶子，饶命啊！婶子。你说我这要是一刀下去，估计那玩意儿没了，还会伤着其他别的什么地方吧？婶子，饶命啊！婶子，我是舍不得让你死的呀！啊！真的，我说，你终于肯说了。是，我说，那笔钱全都在李亲王爷手里。李亲王爷是，就算是八家王爷送上40万两，这手面也太大
大了点儿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谁？说，是我爹，是我爹。你爹？为什么？来人，把赵天佑带上来。是。我爹他没死啊！放开他！我裤子呢？爹呀！荣哥，他全招了。只是为何是李亲王爷，恐怕就是荣哥，也知之不深吧。惊堂大人说的不错，荣哥不过是照我跟他说的去做，更深的事情嘛，他并不知情。我知道爹，我知道，只要咱巴结好李亲王爷，往后咱顺公府就什么都有了。住口！真是个蠢材！哼，本官猜想，这更深些的意思，右大爷是不会在这儿说的吧？惊堂大人，不是我不愿意说，实在是时候未到啊。哎，或者你们借追缴这笔李家罪产为名，到郑家庄去请教王爷，王爷也许会亲口对你们说点什么。好吧，好吧，看来也只能先这么着啊。来人，在，将赵荣与赵天佑一并监禁，待本官请旨定夺。是。走，走，走。惊堂大人，事情很严重吗？比泰山还重。天台有路难逢岸，地狱无期有恨水。梦见了当定一今天。一国女君才，太也莫太来俺这里来。哎，停！有劳了啊！劳烦您啊，再说一下那个戏词儿。哎，等一下，就这个“苦”字啊，我觉得应该再发自肺腑一点。您再来一个。哎，对，就这样，来一遍。这一女鬼不要害怕。演杜丽娘的，还真是像极了你。他以为找个像我的戏子来，就能找回我的魂魄。他还真是风痴了。也是他对你的一片心，其情可悯。我算白白对他好。我明明活着，他倒以为我死了。你这可真就不讲道理了。如何是我不讲道理？哎，停！啊，这灵官扮演的已不再是戏里的杜丽娘了，而扮的是我林妹妹。若还用原词就不对了。我妹妹到了阎王判官那儿，那阎王判官见我妹妹生得漂亮，便会以为是演戏的幽灵。可我林妹妹她不是啊，也未曾死。
那么他定是这样回答的：女家未曾去过花台、酒台，亦未曾登上国台、舞台，更未曾见过进台、出台。只因在我家荣观园内设足熬习惯，不慎落水，原想即可登岸，不料竟失迷了道路，到了你这里来，真好似做了一梦。睁开眼睛，已是这般景象。灵官，你演演看。真不愧是你的秦哥哥，好似那晚真真的看到了你一般。不慎落水，迷了道路，真亏他想得出来。他在那里胡乱编排我，你也嗤笑我。我这是笑你吗？我是笑你的秦哥哥。他这一片痴情，都要看他如何演下去。演来演去，我偏不活给他看，到头来还不是要让你去装神弄鬼吗？反正你就在我这里，到时候实在没办法，我就把你交出去。总归是我神通广大。你敢？你要把我交出去，我就跟你绝交。二爷，什么事儿啊？是老爷，要你快去呢。你可知什么事啊？听说是要二爷一起去李亲王府，还有莲儿奶奶也要去。怎么又去李亲王府啊？哎，二爷你就别问了，老爷等着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那你们再排演一回，若是累了，就回梨香院去歇着，等我回来啊。有劳了，走，走。真是的，这些日子，老爷出去办事，总是要带着他。是哪个说的？他的事我再也不上心。可眼下跟了他去的，不知是谁的心。那谁知道啊？或许是齐姐姐的心，也说不定。我可不敢，我怕半夜里醒来一看，我的心不见了。那可就奇怪了，他会去哪儿呢？给人挖去了。哪个敢挖齐姐姐的心？你说呢？你是说我吗？不是你，还有谁？哎，你把话说明白。你是说荣哥被他们抓到了？赵天佑也没死。是。昨天回城的路上，荣哥跑了。儿子连夜派人去顺公府打探，这才得知荣哥被抓。原来，顺公府搭办右大爷的丧事，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，也是儿子疏忽了，这才没把事情办好。这不怪你，是荣哥自投罗网。阿玛，您都知道了？当然知道。那下一步阿玛如何打算？看来事情瞒不住了。在儿子看来，阿玛其实根本就没有想瞒什么，只是此事太大，常人的话根本就是不敢想的。是，想一想都是杀头的罪啊！禀王爷，府公府的赵大人请谒王爷。来得真快呀！你去准备一下吧。是。阿玛，您是准备对赵大人接锅了吗？他是宫里头贤德妃的亲生父亲，我就是不跟他说，
总有一天他也会知道真相。嚯，演武啊，好看，真好看。哎，钱二爷，梁二奶奶，还请二位给王爷请安。哦，不敢当。哦，赵大人，快请起，请坐。好了。啊，谢王爷。赵大人今天到我这里来，正赶上我的演武之日啊。王爷真是好雅兴啊！赵大人，你以为我这是玩乐吗？啊？就像那些王公贵胄们整日吃喝嫖赌、看戏玩票吗？不敢。王爷乃圣祖康熙爷嫡孙，便是演武玩乐，也必有道理啊。赵大人会说话。哎，别干坐着，请干一杯。王爷请。不过赵大人既然说到了圣祖康熙爷，那我就跟赵大人说说，我为何要演武。你看到了，这不是我大清的军队，因为大清律令不准王府私养军队。说句更透底的话，是皇上不准王府有军队，因为皇上最怕的就是王爷们谋反。既是如此，我为何还要豢养镖局武士？这不是跟皇上作对吗？非也。自我清军入关，一统华夏，8旗子弟，日渐骄奢。至圣祖康熙爷时，把我大清太祖皇上的祖训都快忘光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我大清就要完蛋了。就这么着，圣祖康熙爷特谕8旗子弟，将武功不可懈怠之祖训视为祖宗家法，如若纨绔不遵，必予严惩不贷。可是赵大人呢？这你是知道的，我圣祖康熙爷的谆谆告诫，有人听吗？既没人遵从，可有人管呢？没有，全都没有。家父的太子之位被人篡夺，奴才敢请王爷慎言。我还没说什么，赵大人就怕了。禀王爷，奴才不是怕，今上乃天下圣主，不容玷污。赵大人，果然是个忠君爱主的。可我问你，你今日所为何来啊？你既抓住了荣哥，得知那笔李家罪产就在我这里，你不就是来向我问个究竟的吗？而且你还抱着侥幸心理，以我王爷之尊，当今皇帝之长兄，岂是个贪财之人？把那笔罪产让你带回去也说不定啊。如此一来，罪产之事化为乌有，你赵家荣宠得以保全。赵大人，本王说的是也不是？是，奴才心愿，请王爷成全。你既要我成全你，又不敢听我的话，这事情就可难办了。王爷要说的，与王爷如何处置那笔罪产有关，其实是一回事。赵大人是否要听听啊？奴才胆小，忤逆之言不敢与闻。若有忤逆之言，乃本王之忤逆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听着就是了。起来吧。啊，谢王爷。其实，当今皇帝之先皇夺我父王皇位之事，庄亲王已然全都告诉赵大人了吧？王爷怎么知道的？所以什么忤逆，什么不敢与闻，赵大人再也不必惺惺作态。若非当今皇上与本王有过那么一桩不为外人道的交易，你以为皇上会允许本王在庄园里饲养镖局武士，整天弄出这么大个阵仗来打打杀杀？你以为本王会有那么大胆量啊？
竟敢私自收下明知皇上正在明令查缴的李家那笔罪产吗？你若是能明白本王方才说的那些话，你就更应该明白，本王用你这笔李家罪产会做些什么吗？做什么？红衣大炮！哎，凤姐姐，快看，红衣大炮！你这贤玉生的儿子果然聪明，多谢王爷夸奖。车辆准备，起！好，装填炮弹，装填完毕。1号炮位点火，开炮！嘿，这种火炮每一门都价值不菲啊，可以说是天价。可是没办法呀，这东西只有洋鬼子那里才有，我又非要它不可，也只好任人宰割喽。你赵家的荣哥送来的那笔银子，对本王来说，不只是雪中送炭呐。禀王爷，皇上圣谕早早追缴那笔李家罪产，着落在奴才头上。如今顺公府已被奉旨查封，奴才若是还不能交出罪产，灭顶之灾，同样也是奴才一家的下场。敢请王爷垂怜，将这笔款项还于奴才。王爷再造之恩，奴才没齿不忘。这些红衣火炮，本王就算是你的报效了。王爷，有些事情你或者还不知情，或者知道些却是知之不深。今日本王就让你明白，其实报效本王正是你的该当之事。记得本王曾对你说过，你那如今在宫中尊崇无比的长女，最初曾是本王的王妃。这奴才知道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你的长女，本王的王妃，主动向本王请求，到宝亲王那儿，也就是当今皇上的身边去。小女为何要这样做？2号炮位点火，卧底，你懂吗？开炮！放！他看得远呐，多像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的故事。西施去吴王那里舍身卧底，而越王呢，卧薪尝胆，以待将来。不，他不是。哎，父亲，怎么了？钱二爷，王爷那边不便打扰。她是本王的心腹，即便是在今天，她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。她就要为本王做一件事，此事一旦成功，必是惊天地，泣鬼神。不！赵大人呐，你想一想嘛，有女如此，你为何竟不愿做本王的心腹之人呢？不！你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所有炮位点火，有吗？开炮！